继续来看高雄南马溪路桥分流复杂，毋那外地人会惊毋知路，参本地人嘛定定混唔着去。都有一个老先生徛到这个所在，徛袂出去是忝甲倒伫个路边。市政府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，无偌久进前，佫设计分析的路标，要来增加辨识度。也毋过民众讲效果无介好。 路牌隔壁路标示，哪是个是往南马溪，毋是往桥仔头。这个所在机车族的，拢甲伊封锁是高雄南马溪百慕大路桥，大家拢笑讲找无路是真正常。高雄市交通局做这指引，就是想要改善，毋过标一个地线呐、然后增加一个颜色，我觉得是敷衍。外地来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我相信应该看不懂啊。外地人应该会比较盲目一点，可能前面再设个会比较好。 若有标示甲无标示拢同款，记者阁发现这条单行道，这解水牌放倒边。高雄一位老先生想要对任务到左营，结果经过这段路是30分钟，也阁无法倒出去，忝甲倒伫路边。那一天下午是晴天哦，然后下午是闷闷的，他身体不适，然后跌坐在那个路旁边。 路况复杂，少年人要进路拢有困难，何况是82岁老大人。交通单位虽然有设立这分析的路标，但是这倒一排方向的煞出错。不怪南马溪百慕大，永远拢是说袂出的新币三角洲。